看到出名旅行社甲航运业者做伙合作，为澳大利亚引进大型高速的客运船。按算今年9月就会当走苏澳到花莲的航线，到时阵游客会当欣赏到海面清水断崖景致，佫会当体验为海面来欣赏福尔摩沙台湾美丽风光。若是干那安尼，佫会当互消透东部交通问题，做一条台湾东部海面的蓝色公路。高速游轮在驶伫海顶。 伫远远的所在，就看到台湾东边探几落沿的山峦啊，甲清凉的海风。早伫16世纪的时阵，葡萄牙人都已经体验过。沿着我们这海岸线，那觉得这我们海岸线非常美丽，所以他就叫我们叫做福尔摩沙美丽之岛。希望让我们台湾的这些一般的民众有机会从海上来看台湾。 台湾福尔摩沙的名自安尼流传全世界，出名的旅行社甲航运业者共同对澳洲引进这个总吨位有899吨，会当载552个人客的蓝雀号高速客轮。我想这是台湾很多人都梦寐以求的。我希望它能够对花莲跟苏澳带来。唔但要呈现清水断崖的景致，来带动当地的观光。 更加希望会当来疏解东部地区的运输问题。从苏澳到花莲，或是花莲到苏澳是46.5海里。那依我们这条船的船速来讲，应该是1个小时5分钟就可以抵达。逐年若是到过年，也是年假的时阵，东部地区的火车票实在是真好咧买会到。即摆若加一条这个蓝色的海上公路，就会当结合花莲港边仔的新商圈，希望会当城吸较侪人来遮，创造新商机。